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里，咱带大家做伙来看到，因为今仔日是中秋节，真侪妈妈、阿嬷、阿婆拢因为拜拜无闲甲拍车恁。今仔日要来小解这里就是婆，婆会当讲是一般较有年岁妇人人，像咱讲阿婆，嘛会当针对着各种身份较特别的妇人人的称呼，像咱讲插婆、媒人婆、产婆，嘛是称呼和阿嬷平辈的亲人，像咱讲姨婆、姑婆、姆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密婆，原来是安尼写，嘛有人讲夜婆，这是食灵的动物，外形亲像鸟鼠，骹手身躯拢有毛，会当烧透，亲像是鸟仔时仔的飞，目睭细细蕊，看袂讲介清楚，是靠身体内底生理系统发高频率的音波引导因来飞，大部分拢是暗示出来。第二个词就是管家婆，代表讲爱插人用啊大的人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伊真热心，也毋过互人嫌伊亲像管家婆，逐项代志拢要插，看到社区陪一只密婆入来，伊嘛想要甲伊赶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婆，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